持续传播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已被当局隔离。中国当局还停止了进出武汉的所有航班和列车。然而，就读在武汉新疆班的东突厥斯坦学生的情况引起了关注。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武汉3个学校有近800名维吾尔学生，其中武汉汉铁高级中学有170名维吾尔学生，武汉市第一中学有280名维吾尔学生，武汉东华中学有320名维吾尔学生。当局表示，目前给新疆班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目前不清楚他们之间有没有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学生。中国政府自2000年代开始实行所谓新疆班政策，试图把维吾尔学生隔离，让他们失去接触维吾尔文化和传统的机会。土耳其裔荷兰议员库祖表示，荷兰必须强烈谴责中国对维吾尔的迫害。为了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迫害，荷兰维吾尔人在阿姆斯特丹水贝广场举行了示威活动。参加示威的荷兰蛋克党领袖兼议员图纳汉库祖说，他们想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维吾尔兄弟为什么在这种天气下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原因。他们做了国际人权组织要做的事情，以表达了对迫害的抗议。他说，为了不损害和中国的贸易，许多国家选择对中国的人权侵犯保持沉默。库祖表示，他的政党在荷兰议会公开表达了对维吾尔人的迫害。他说，政治有责任作为我们提出的提案的结果。上周在荷兰议会讨论了可以做什么，荷兰议会接受了5项提案，其中2项来自我们的党。荷兰现在必须强烈谴责中国，同时欧盟和联合国必须明确表述自己的关注，并增加对中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开放思想平台在海外突厥人总局伊斯坦布尔分局举办了名为“东突厥斯坦故乡”的文化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许多土耳其作家和年轻人的支持。在活动中，播放了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政策的视频，朗诵了诗歌，并做了简短的演讲。土耳其著名诗人的诗歌动摇了许多参与者的心。组织者说，该活动旨在建立公众舆论，并提高年轻人对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人的认识。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在继续恶化。中国政府报告说，截至2月11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人数上升至1114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653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人数为16000人，因与感染群体接触而被隔离的人数为185037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中共被指隐瞒数据。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战、香港抗议、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和台湾大选，对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病毒爆发使中国处于系统的孤立状态。一方面，中国在病毒疫情中挣扎；另一方面，必须应对由新型病毒引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魁尼古拉斯特金11日在伦敦说，苏格兰人应有权重新选择是否独立。斯特金当天在英国外国记者协会组织的新闻吹风会上说，脱欧违背了苏格兰人的意愿，苏格兰人应有权重新选择是否退出联合王国。他同时强调，必须通过合法的第2次独立公投方式实现苏格兰独立的目标。苏格兰要举行合法的第2次独立公投，因为公投及其结果必须被国际社会接受与认可。按照英国法律，苏格兰要举行第2次独立公投必须得到英国政府和议会的批准。